来看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准备要甲废水排入去海里，目前东京电力公司已经取得日本政府的同意，准备要动工咯。国内环保团体嘛响应国际组织的联署哦，呼吁日本政府撤回这个计划。将公开信交予日台交流协会代表人，几个国内环保团体响应国际联署行动，呼吁日本政府应该撤回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能污水排放入海的计划。像这样的水，它仍然具有大量的放射性物质氚和碳14，还有其他的放射性同位素，例如铯90，它们可能累积于骨骼，导致于骨癌以及血癌。环保团体表示，日本政府同意核废水排放入海相关设备主体工程动工后，东京电力公司嘛伫初四开始学海底管道工程，预计这1、2天就会完成。因表示，虽然日本政府不断强调排放的水会经过处理，也是有真济记录。日本政府有公布一套说，我现在大概只剩下氚，但是氚的标准它是提高了才把它排到海里面。可日本民间团体去测，其实是还有除了氚以外的放射性物质。环保团体指出，到达已经有160几个跨国组织联署，要求日本要考虑其他较安全的长期存放方案，因为排入海虽然上省钱，却会影响到海洋生态。因希望透过国际串联，在核能废水也未排入海进前先动落来。记者李嘉文、曾派文台北采访报道。